为了这国际太空产业，政府要打造台湾头一批6粒低轨通信卫星，头一粒呢安装伫咧2027年发射，专家强调真正有海底电缆线长期进行。那虽然有发展低轨卫星，若保持通信，佫较有战略上的意义。在国际太空产业竞争，台湾当然嘛要加入。所以发展部2月公告第一摆新增卫星行动频段的开放，包括青年这国际卫星的星系会当落地来申请，让台湾加速对着国际脚步。国科会嘛规划打造台湾第一批6粒低轨通信卫星，第一粒低轨卫星目前暗算是伫2017年来发射，其中关键的通信收载预算的部分是伫8.8亿，伫4月的时阵，予美国的太空公司标着。台湾未来的这个低轨道通讯的发展，也能够带动我们的经济的发展，要有自主的发射的能力哈，也就是说我们要发展低轨的火箭，能够把低轨卫星带入低轨的轨道。国科会是希望会当透过阶段性的做法，全面建立台湾的卫星通信产业，而且发展太空经济。亲像打造的6粒低轨卫星内面，其中4粒会帮助各大的厂商透过国际合作的模式来发展，让厂商会当有系统整合的能力。4颗太空中心会把他们现有的技术，然后寄转给台湾的厂商，然后由台湾的厂商自己去做卫星，培养自己的卫星的厂商，就是所谓的系统商，那是整颗卫星都做。如果我们能够透过低轨卫星的方式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做一些连线。那我们能够掌握一些授权来讲，在部署上面的成本可以降低。专家强调，包括台澎3号海底电缆宏高等等型的状况，透过发展低轨卫星，会当突破岛屿通信的限制。尤其在战争的时阵，通信后顺是更较有战略的意义。不过，因为发展的成本真悬，在国际上有的是用小风球来升空，也是快艇传送的方式，组织对外连线的能力，嘛是赶快会当来保障通信的韧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